时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这疫情相关的消息。讲有确诊的民众直接就冲到门诊来看病，这恐惊会讲为着其他等要看诊的长辈者。另外，还有健保卡也未付来注明确诊的民众，嘛是冲关成功直接到门诊。这是互第一线咧看诊的医师真担心，讲这款的案例恐惊会愈来愈多。回诊啊，上个月一次啊，对。有岁数得定定走病院，即马佮拄着疫情，确诊的人数变多，看一个门诊，无伫下身躯边，多一个确诊的患者。胸坎科医师苏一峰分享家己门诊的故事，一天来就拄着2个确诊者，这确诊无几天就冲来到门诊看病。他下一句话就是说：“苏医师，我昨天才刚确诊。”听了就有一点警报声开始大作，然后他就说他昨天刚确诊，然后今天的痰很多很黏又黄，检查的报告是这个 CT 值阳性14啊，14病毒量算是非常的高啊，它传染能力非常的强啊。烦恼门诊的人伤多，身体歹是大人靠较济，赶紧叫确诊者莫来。现在我们的确诊者已经非常的多到整个政府的通报系统已经失灵了。刚确诊的隔天呢，马上冲医院，的确可能不会被挡下来，因为整个系统都还没有建档，他已经是确诊者，的确是会闯关成功进到医院来。爱插健保卡才当过关，不过确诊者增加甲收紧，健保卡根本未付登记，嘛无法度阻挡患者未来。有可能造成门诊人员跟医事人员的感染，这个很严重。所以基本上，如果你是确诊或是疑似确诊，或者是你是高风险的，一定要在医院外面就告知医疗人员。我们可能会帮你安排一些特别的处置。医师讲，压力真大，嘛会有确诊的人莫来到病院。若真正无爽快，会当透过网络线顶看诊，或者是走急诊，却袂阁互病毒继续传开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